是啊，我这么丑，怎么能配得上凤凰大人呢？别哭了。嘘，小点声。我是瞒着金鸡鸟飞出来的，被发现的话就糟喽。大家都是神鸟，你紧张什么？我怎么能跟您相比？我这么丑。胡说，我们神鸟怎么能用凡间的审美来衡量？不比不飞，永不分离是你的标志，你是美好爱情的象征啊！打起精神，虽然无法与你合体，但这根羽毛送给你，希望能给你带来好运，早日找到另一半，飞上天空。凤凰大人，我要一手追随你！好难对齐啊！准备完毕，出发去演唱会。莫名的战意，看招！真爱之证。哼，纯爱之势。竟然，那这个怎么样？哼，狂粉之意。哎呦，有两下子嘛，那就别怪我使出我的，唯粉加护。哈，忠诚勋章。好人锦旗。绝杀为女。究极罗非。哈，哈，有意。一切就绪，准备，擦吧！忘了波动，系统延迟，全被黄牛抢光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凤凰520见面会的门票秒没啊！果然，我的手速比不上其他鸟，好想去啊！哎，那个凤凰大人，您下周见面会的票还有吗？我有个半边身子的朋友是您的粉丝，很想见您。哦，是他吧？普通票没了，站票可以吗，兔妮老师？没问题。虽说是站票，没想到居然是这种行为的站票。早知道就应该焚香沐浴打扮一下。有兽小剧场。本集谁在水潭边遇到了自己的偶像呢？谛听、比一秒、兔爷。恭喜答对了。什么？原来是蒙的。比翼鸟，据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记载，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，也就是说，要两只鸟合体才能比翼双飞，不比不飞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比比合体呢？